维吾尔运动创始人罗夏阿巴斯在寒冬网上发布题为《维吾尔女性遭到破坏，女权主义者会应援她们吗》的文章，呼吁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维吾尔女性的遭遇。文章称，维吾尔女性被强奸、被强迫嫁给汉族人、被关进可怕的教育转化营、被杀害。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为何对他们的悲惨遭遇视而不见？文章指出，数百万的维吾尔男女老少被关押在中国集中营中，里面配有瞭望塔和火葬场，更有数百万维吾尔人被送往内地工厂当劳工，未经批准不准擅自离开工厂，成了真正的奴工。母亲被强行与子女分离，尽管父母仍健在，但孩子们仍被送进中国政府办的孤儿院。逃出教育转化营的女性声称，她们在里面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这些药物让她们不来月经，令她们起居起伏不定。文章指出，当他们将一个民族的所有女性视为二等公民时，世界各地的女性应该以一种富有意义、敢于牺牲的方式团结起来，维护维吾尔女性应得的真正尊重、有尊严的生活。中印冲突再度升级，印度军方宣布有20名印度军人在拉达克地区的冲突中死亡。路透社报道，周二稍早，印度军方表示，在中印边界的加勒万河谷的冲突中，有3名印度士兵在与解放军的冲突中死亡，并说中印双方军人皆有死伤。但是周二晚些时，印度军方宣布，印度士兵的死亡人数提升至20人。此外，印度媒体也称解放军有43人死亡，但消息未获证实。此次事件是中印两国间45年以来首次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边境冲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答复媒体询问时，呼吁印度不要采取单方面行动挑起事端。赵立坚指控印度士兵违背中印共识，2次越过边界线，挑衅和攻击中方人员，导致双方部队发生严重肢体冲突。印度政府发言人则在声明中称，中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且称如果中方小心遵守军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中国首都北京由于新发地食品批发市场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的增多，该市提高了警报级别。随着新增病例的出现，北京确诊病例数升至106例。据说新感染是由武汉病毒的较长感染性物种引起。在涉及食品市场的106人爆发之后，该城市的部分地区被封锁，还设置了检查站，并禁止靠近感染者的人们离开该城市。中国当局表示情况非常严重，但也提到全国可能爆发第2波疫情。英国周二表示，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的计划将破坏香港的自治和自由。英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布莱斯维特在人权理事会说，强制实施拟议的立法与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框架下应承担的国际义务有直接冲突。该声明是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共同发表的一份声明，并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它督促中国与香港人民、机构和司法机构沟通，确保维持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权利和自由。美国特朗普政府16日对前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提起诉讼，试图阻止其出版新书。诉讼称，波尔顿新书中包含机密信息，可能损害国家安全。作为受雇于美国政府最敏感和最重要的国家安全职位之一的条件，波尔顿与政府达成协议。他现在想破坏协议，单方面决定出版前的审查程序已经完成，并自行决定公开机密信息。检察官表示，波尔顿新书名为《绅士之屋白宫回忆录》，描述了波尔顿任期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17个月期间的经历。拟于23日出版。白宫官员出书内容需经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审初认定书中含有大量机密信息，一些信息达到绝密级别。